大家好，歡迎嚟到3米的答，我係思積。對於李嘉誠，大家都唔會陌生，知名企業家，連續多年蟬聯香港首富寶座。佢創立嘅長江集團已經成為咗香港最大企業之一。作為亞洲商界嘅風雲人物，李嘉誠嘅每一次商業決策都能夠引發市場嘅熱議。3月4日，李嘉誠旗下嘅長江和記實業長和就宣布以228億美金出售全球23個國家嘅43個港口業務俾美資財團，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嘅兩端港口，而且係由已退休嘅李嘉誠重返商場親自促成交易而完成。今次唔係簡單引起市場熱話，而係引起國家之間巨大政治爭議。在商言商嘅角度，李嘉誠成為一個商人，賣家與買家達成交易協議就可以，唔使考慮國家政治。但係當交易涉及多達23個國家嘅43個港口時，交易便已經遠超出商嘅範疇。43個港口分佈於全球關鍵地帶，當中更涉及一帶一路沿線港口，可以話呢啲港口係中國寶貴嘅戰略資產。43個港口中最重要嘅巴拿馬運河嘅兩端，巴爾博亞同克里斯托瓦爾兩大港口，不但係全球貿易嘅命脈，更係國際政治角力嘅戰場。巴拿馬運河位於中美洲嘅巴拿馬，橫穿巴拿馬地峽，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，全長82公里。運河最闊嘅地方達到304公尺，最窄嘅地方有152公尺。因戰略地理位置，成為全球貿易嘅重要樞紐，係世界最重要嘅航道之一。由於巴拿馬運河地理位置優越，喺第2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想控制巴拿馬運河及運河區，美國與巴拿馬爆發衝突，爭奪運河主權。到咗1977年，雙方簽訂巴拿馬運河條約。2年後，美國將巴拿馬運河區主權交還巴拿馬，但係仍然控制運河。到1995年，巴拿馬簽訂條約，保證運河永久中立化後，美國如期於1999年12月31日將巴拿馬運河正式移交巴拿馬政府，並由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接掌運河。如今，運河仍然係巴拿馬最主要嘅稅收來源之一。喺運河主權移交前夕，巴拿馬政府發布運河兩端貨櫃碼頭嘅25年運營權招標，合同與巴拿馬運河管理局無關，最終由李嘉誠當時嘅和記黃埔得標，並於1997年起開始營運運河兩端巴爾博亞同克里托斯托爾兩大港口。到2024年，再續簽25年嘅港口營運權至2047年。適逢特朗普重回白宮，大肆評論巴拿馬運河已被中國控制，並揚言要重奪巴拿馬運河。李嘉誠管理住巴拿馬運河重要嘅兩大港口。中美關係緊張，中美貿易戰下，中國認為呢兩大港口係用來同美國談判嘅籌碼，但如今呢啲重要嘅資產被李嘉誠賣俾以美資牽頭嘅財團貝萊德。雖然長和一直強調此次出售只是一次純粹嘅商業行為，但貝萊德出價前後一直都有同美國政府密切交流，及時通報，說明並唔係商人之間簡單嘅商業交易，而係涉及咗國家政治。長和此次出售碼頭後，淨賺190億美元，股價連續2日飆升。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無可厚非，但對中國而言，
卻被損害巨大利益。大公報發表多篇文章，狠批李嘉誠唯利是圖，是次交易漠視國家利益，助紂為虐，成為賣國商人，並被港澳辦、中聯辦轉載，正正代表中國對李嘉誠長和這次港口交易嘅立場。點解呢次碼頭交易，長和主張嘅純粹交易，卻令李嘉誠淪為千古罪人？一、中國失去與美國談判籌碼。特朗普重返白宮後，就連續表態提出要重奪巴拿馬運河。中美貿易戰下，中國原本計劃將巴拿馬港口用作同特朗普美國政府談判嘅籌碼，但係李嘉誠被徵求中國政府批准下，將巴拿馬運河港口出售給親近特朗普嘅美國財團，打亂中國嘅談判計劃。特朗普聲稱係美國對抗中國勢力嘅一場勝利，中國成為輸家。二、衝擊一帶一路。特朗普上任後，要求降低中國對巴拿馬運河影響力。新任國務卿魯比奧外訪巴拿馬，巴拿馬總統隨即宣布退出一帶一路計劃。李嘉誠售出嘅43個港口中，其中包括好多一帶一路沿線港口。中國自2013年開始苦心經營嘅絲綢之路，喺李嘉誠售出港口後，意味中國失去寶貴嘅戰略性資產，大大衝擊一帶一路計劃。三、中國船運成本增加，港口營運主導者成為美國。中國貨船經過呢43個港口，能否入港、卸貨以及等待時長全由美國做主，而美國已經表示要提高中國船舶通過巴拿馬運河嘅通行費用。再者，美國目前正對中國船舶實施限制措施預案，擬定對中國航運公司、中國建造嘅船舶以及任何船隊中包含至少一艘中國建造船舶，或在中國船廠訂購了新船嘅營運商徵收額外且高額嘅美國港口費用。若方案實施，只要係同中國有關嘅船舶停靠美國嘅呢啲港口，全部費用都將會暴漲。中國雖然對此次交易感到不悅，但幾乎無法阻止呢筆交易，因為交易都係喺境外進行。倘若強行阻止交易，可能令中美關係更加惡化。此外，對於李嘉誠龐大商業帝國可以進行報復嘅選項都非常少。近幾十年，李嘉誠一直減少在大中華區嘅業務，並將大部分資金重新投到歐洲。目前長和只有12% 嘅收入係嚟自大陸同香港嘅業務。大公報發表評論文章，偉大嘅企業家都係錚錚愛國者，提及霍英東、曹光標同鮑玉光等已故愛國港商，暗指李嘉誠為利益將國家推上風口浪尖。美國一旦完全控制巴拿馬運河，不排除會變本加厲衝擊中國嘅造船業、航運業同一帶一路計劃，威脅中國整體利益和安全。這個時候，李嘉誠是否仍然應該在商言商？呢期視頻就到呢度，你對於李嘉誠長和出售碼頭嘅事件有咩睇法？你係咪都認為只係一場簡單純粹嘅交易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打開所有通知。我哋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